接下来呢？这区区小事，我用我亲自动手。驸马，你将给待我接下来之前，还得先应君臣大礼，稍后嘛再续夫妻之情。啊，还要先应君臣大礼？驸马呀！白马，白马！哎呀，驸马，你白马何用啊？我要为相夫去了。哎，今日是同房之夜，驸马怎可委屈？我乃堂堂相夫公子，金科状元，平日在家一夫百应，至今王公招亲，竟要应什么君臣大礼？我要为夫去了。哎呀，驸马，迎彩屏公子。我与他既为夫妻，适当相亲时宾。送亲以后，非取君臣大礼，则许夫妻之情。是呀。起跑。
把女人吃过的茶杯接我来吃，举行我才。啊，不，本宫是亲为你亲上人也。哼，女人吃过的茶杯，我堂堂男儿怎能用得？啊，男人这样，女人又怎样？你再过一旁，听我道来。自古来男是天来，女是地，男是凤凰，女是鸡。我男儿老弟身高贵，哎呀，女子出世命百味。今日里把相夫家规告诉你，脏脏闲闲须牢记。男人饮酒女斟酒，饮尽时把头低，穿衣脱袖嫌归你替我收，把腰带系。为丈夫出门，你躬身送三步一拜，你要会在地。更有一事听仔细，待官为考不能移。相夫之真生乱言，生男送上若是意，一日生女看他来。一不能吃不娘哩，亲自随手将你抬，从这命里原谅高挂名归西。好气，好气也！直到他包公世事又在起，谁知他是痴傲慢。我将调调家规将我妻，我与他满家前去并离，路上心甚至气
奈我生的女儿太难长，18年她是茫茫苦海无边际，总以为金榜得快把名利，可为女子来争气，谁知道一生荣耀无灵生，别怕早亲成婚礼，他是莫爷奶奶将于难，怕只怕同王的是他早生他女扮男长不越际，自今人离别相聚长大年。你事不关己不同样，空口表白最容易。菩萨有应，同才女绝不长生将他弃。倘若你同王遇见这件事，你定是拉他上天见皇帝。我受亲兄王担子上他的头来抱他皮。杀他无才高官身，还将他敬作皇帝，亲此话当真？当真果然，固然此次公子在上，小女子大礼参拜。你公子，我就是18年来受尽生计苦难的不明女子。想不到你女扮男
何人？但归算长同房。我就是金口旁爱，礼部之女杜云娥。什么？你也是一个女子？是啊，我家弟弟为见我这苦命之女，太太我冒失进宫，公子要杀就杀我吧！不，这是小女子一人之罪，与杜家之间无关。公子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！公子，杀我吧！不杀我吧！杀我吧！杀我吧！你真是这人，真是这人啊！你要还我儿子，你要还我儿子！哎呀呀呀，你的儿子与我有什么相关啊？都是你的儿子恰系进宫造亲，害得我儿子痛不欲生，所以从家出走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生死不详。
必须自我独家才有待定的子啊！吴大人，你要为我儿子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里是王公金地，这才我体统，才我体统啊你！不，我就是拼了头上的乌纱，也要你为我儿子。两位大人，公子请你们说说进宫。哎呀呀呀！还不快快放手，放手！我有你面见公子，又要向你讨回我那宝贝儿子。二位大人，快快请坐。谢坐。二位大人，本宫女流之辈减少10吨，如今宫中有一位男子是难以裁决，务请二位大人指教为宜。只要公子吩咐，老朽无需关脑涂体啊。杜大人，看你们面色用，恰是为何？公子要为老朽做主啊！哦，想我小儿昨夜离家出走，至今下落不明啊！杜大人不必着急，杜公子与驸马乃同年之交，意气相投。如今他正在宫中做客呢。啊！原来他在宫中做客。哎呀，杜大人啊，看你堂堂地步，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？可叹啊！相爷，相爷，老丞相，杜公子风度翩翩，才貌出众，与驸马总是天生一对，地人一裳。不蒙公子夸奖。不，二位大人啊！是称是在，我那小儿莫负金人，不露声色，不管
位位堂堂当丈夫，此拜金榜题名，杜大人实可而知啊！夫人想，有道是知日莫过午，老身所以句句是。对，有道是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来，有请涂公子，有请涂公子。拜见弟弟。啊，你是何人啊？我是你的女儿杜英哦。夫人，我哪里这个女儿？我哪里来你这个女儿啊？弟弟，18年前你为儿戏唱的长命颂，你就不认识了吗？啊，见过老爷。你也是个女的。哎呀，夫人想啊，你总还记得18年前你我二人上京那天，两家同生贵子，怎么18年？哈哈哈！你这个老糊涂啊，老糊涂！可他的礼物，他糊涂，万世之儿莫过我。常言道，是生是养是育树，既男既女要上家父，困老母。尽管自家少夫妇3女，一段是很清楚，可笑你好过谁掉到无路。这都是不义的气来起哄。你夫人骗你一无辜，凭子你比他生乱说，是你真会知晓的啊！老夫据说丞相不是假日看清贫苦，看透了民间从来不从女，一封一所靠礼部，谁为礼部？礼不端，名字不凡，才乃数。老丞相，你看是何法了啊？ให้老臣举命皇上，查取他礼部之罪，并将其女当日死牢，严加惩处。公子开恩，公子开恩啊！公子，这是玉官教化，应该杀一儆百，切莫兴师受虐啊！老丞相言之有理，这是12月为全告房中的老臣，同样也上教化，又当是何处置？朝廷重臣再加一等，实是王亲国戚。封情书绝不宽容。好，老丞相执法时善，不愧为受气之臣。来，请驸马上堂。有请驸马。前女怎么又来
拜见弟弟。杜大人，他在叫你弟弟呢。父老丞相，他叫的是你呀！啊？你如人？弟弟，我就是你女儿吴天琪。不是，我哪里有你这个女儿？我哪里有你这个女儿啊？弟弟，可怜女儿18年来女扮男装，受尽苦难，这简是你弟弟所害啊！拜见老爷。你也是女的？副丞相啊，副丞相，我是你丞相，更幸福，比我礼部更无痛。我知道是生是养是有数，既男既女上家谱。清楚，为什么挑个女儿配公子？哎呀，公子啊，这都是不义的贤内，欺骗了你啊！夫人骗你为何故？定是你逼他生了兄之妇。你身为丞相。哎呀，念女啊，念女，多少你这个坏气性，黑掉黑样的坏气性啊！坏气性，坏气性。弟
下去。是。副丞相，你玩有什么话说？你说呀？你讲啊！你不是说王府夫人绝不可用，朝廷重任谁家一等吗？对，公子，这是他实在会所以，下回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你，哼，看你二人事到临头还管是此胡闹，公我们快清测圣旨。反不会听宣统。是，真这个办事。皇帝诏曰：副院长杜孟氏，身为朝廷大臣，欺君皇上，谁不赦？与妹同往水路，孤心难安。他是上方宝剑一口，听兵从严罚咯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公子，你下官在朝为官多年，担心昭昭，无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对，这公子总快发喽，公子开恩，公子开恩！哼！你二人官贵臣务，名声起，重男轻女杀国戏，势力家规反抗击，不通人心不情理，雄王为子，奴官应领，今日是我上堂前。公子饶命啊！
啊！